去不见。夜里在断江苦思苦描心。莫断归路为财也。不是呀，不是！惭愧我人皮风雪大子娘，心愧下恩做大。我弟弟官为御史，才当朝，愿当爷下天牢。二八两银子所
魏神兄屈居菩萨。屈菩萨谢灵啊你，与我姐姐高台湾，张把老婆上京去，李子苦到也莫穿，一朝一日上京，扫尽天下肮脏鬼。神兄已了，古人说路不拾遗，带我追上前去。不，此乃天空水裂，随我接的一片消息。姐姐，你回来啦！姐姐，弟弟，为妻夫人高抬不成，姐姐还高的说不得。菩萨谢令赐我银包，银包，乃
月还不了银子。沈奎儿亲戚，弟弟，这银包是从哪里来的？谁呀？你夸谁呀？姐姐，我老实告诉你吧，这包银子是我放在这里拾得的，拾得的，是拾得的，放在于一位少年书生精妙背过菩萨，不想把这个包裹遗落在这里。姐姐，正好据我们的算妹之计。凤鸣，你怎么做出这样的事来？我怎么啦？你怎么不再上去挽救人家？罪官不上了。你去看到那位书生出门，成为罪官不上，你这分明是有意图人现在。姐姐，凤鸣，你放了弟弟讲的那些不是了。姐姐，连在不识家来人，只是不应讨心惊。唐朝一个被丞相，早年潦倒也穷困，舍得金代官臣，再想不起赵凌云。凤鸣啊，你是夜里下好自想，岂可见你去同行？我们越忘记这些故事，我这是为了早生晚长弟弟一些孝心呐。弟弟生前为官清廉，为人刚正，杀死你这般眼睛，九天之下岂为名目？这是那60银子的书生，银子啥有借用？凤鸣，你良心何在？天理正常。凤鸣，什么天理良心？弟弟生前受尽千般委屈，有谁来和你讲过天理？又有谁来和你讲过良心嘛？天理终于常颠倒，良心早被丢弃掉。想弟弟满腹争气，恰对命，那刘金一度思草春红桃。今生我不必参见，宁也报生死天理，不能忍受。你不谈放了弟弟讲的那些故事，我把弟弟的遗训抛到脑后。我们也忘记弟弟遗训6年来，祖辈70岁，家父算后代，一夜做儿女，前生永死。不分现在尊为己，这难道是结生死爱吗？弟弟，我错了。自从能干算木大业，那60银子的书生顶上这都不远，我们再上前去。姐姐，凤鸣，姐姐，谁是他？这位大贼，可是混进我失落这一次的一个包囊啊！你先罪人，失落包囊，内有何关？我叫钟馗，包囊之内有还不了银子，还有书信一封，这银子乃是我娶母所作的女婿。
见其冤呐！洪武开国他明早，外公专权欺言笑，我不上本把当一扫，再被5年下铁牢，流尽覆水害八娘，先不送去明公报。弟弟，你看，这故事是救命线啊！他为举母，我为丈夫，两种小心也样苦命。恩人，万您真用垂相报，我要关路了。小兄弟，请别。恩人，路上小心，切莫再丢了银子。路上小心，知道了。姐姐，事情我们身无分文，居住破庙，小顾问也滚也不，干脆背着弟弟一同到阴曹地府算了。你生成一番伤心话，几针金子泪滴滴潸。弟弟，我们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，弟弟？弟弟呀，常言天福写生度，终于泪换结冰花，几中错，内生为奴，做牛马。也不能上比谁苦，天上帮。弟弟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呀？你长大了，从今以后，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。弟弟，你买手为何？四处高台，我欠了闭门的，此乃父乃之举，主人家心疼。妈妈，弟弟，我不让你去，我不让你去做奴才，我不让你去，弟弟。看中了个美人配子，既要人是铁举撇叶子，差儿不了那个心痛也没法子，夜光看远，早
不要去，不要去！你就是他弟弟吧？治疗我啊，谁肯差200两大价钱没他了？我还不是为了你们好啊！这200两银票，我姐姐不能买，不能买！啊，小弟弟，我家是开宁铺的好人家，我没他去呀，与我女儿作伴，你尽管放心就是了。我姐姐不买。我家里身体我还最相慕，也是金钱相知人得他隐门。我姐姐不买，陪他去我观音安头宫，天明子张长亭，养的是鲜花娇玉嫩，须知我是个花生啊！好了，你们这的儿孙呐，好好的谈谈，安排一下啊！姑娘啊，我到庙门去等你。姐姐，你不要去，你不能买，要买买走，要买买走，要买买走。
天沙团观。
要三立天下。身躯已死，风尘多，从今日地北天暖，地北天暖，地北天暖。叫你
我在今年再也争不起来了，何必要等3年呢？妈妈，3年之后，我可以替你写书卖文，为你赚钱。妈，我家要远远懂书分，再有3年更长进。经济使我你进展，狮子求福要更生我的子。不做娼女做才女，卖文有时多光阴。就是一个人三娘，对文一片三两女。3年今年还要疼我爱你，朝来盖个天花地，你对我说说年好也还你我真一多。莫讨女子不是生。你说是卖是一方，3两分银，作文一篇，分银3两。平生第一回听说，村里头不卖笑，卖粉又卖书。妈妈，你说个出口，不怕人家笑掉他。哎呀，妈妈，听都没听进去，我走一遍。妈妈，这是我上岁书写梅花顺子。姐姐，这是我的诗字文章，这是我的诗字文章。妹妹，这是你写的呀？你太有才了，妈妈呀，这妹子别把真一生，是否听也是真诚善良你。故事后一个才女叫谢胖女，今日去不为这个李素萍。看来是妈妈今年叫红女，才成文桥上进门，才女藏在不成园。这不成园啊，三等归来别离灯。东财母鸡三凤光，西大王儿变麒麟，四通环顾都是金，那女不归来不卖笑，恰卖妈妈，咱要强去头一重，申报写字报名品，我要找你买2块钱，你可不才？还听皇帝，要是你犯不成我的手心，原谅高挂一根绳。姐妹的神啊，是不要这套说道理呀，老娘我见得多。一块闹3层吊，妈妈从来下不了。妈妈，你啥这一我一从，我送
且虽散淡，撇茶实困。只要不买香，我生老生幼。我有话在先，啥是3日之后夫人美你的文章，又当时候啊？到那时候，你可不能再徇私灭我的了。且虽撇啥了，专心做事，专心写诗啊！写吧，对呀，专心写诗，专心写诗。你最近眼着没有生意，且虽撇啥的活儿，你来做吧。妈妈，我来。
呦，姐什么话？原来嘛，都跟你善良妹妹又有4分恋事。姐姐，如今嘛行情变了，卖小不出钱，卖事在吃香呢。妈妈，宁府之宝上张子成去见。啊，妈妈，你还叫我妈妈，人3岁你可以当我个爷爷了。那我就叫你妈妈咪。傻嘞！我说张大官人啊，你莫不是也困上了富城园新鲜出炉的梅花算是啊？小啊，我今年63，花季留牙逛了30多年，从来是千金买小，不傻得半文买事。哎呀，原来是个老爷好吧，那你自己挑吧。不过富城园事情分工明确，各司其责。卖小的不卖事，卖事的不卖小。哎呀，妈妈你你们还不是我那3过去4过去长得好看。我说妈妈咪，我要那个只写得一身梅花座，又长得一副好模样的人儿。你是说我的宝贝女儿真善良啊！随你呀眼贼出了，却你心贼团了。我说了，卖子的不卖小。卖一副是3两银，卖一位小300两。妈妈咪，你看怎样？哎呦喂，也不对啦！下次来找你，下次来找你。妈妈咪，我只是想当面，想真商量旧事，问妈妈咪约成。4阵之后再结300两。好吧，谁看你愚昧有本事了？天大地大，不知天地我的大。妈妈，善良啊，张大官人要见你。妈妈，见过张大官人。忘情啊！
老夫。用手背临阵中，三夫棍满身痛春。美人儿啊，你就意中了我吧。上了我一从你，此地是实出西天，谁当美？哎呀，美人儿啊，上不了美女一笑，你我能这样讲不得啊！上不了美笑，却美为一肚子火。陈三呀，你怎么管跑了贵卡？三不了多岁文毛5年，就死数开完，你真是个丧门星！我说过，眼前买笑我不为，千场地震非玉成。哼，你玩这硬，这里是情嘞，哪能什么都不为的？我作为算是一副善良文人，诗文一篇，文人善良。今天善良，明天善良，毕竟是小妹妹。等到你上大清的那一天，老娘都给识破了。哼！不见你的颜色看看，不知道谁是开算盘的，快拿家法来！快去！算了。把手露出来，露出来！哎呀妈妈！这双手要在你身上打发的。也是到天明，把身上补回来。我名曾是元氏。
陈妈妈的吩咐，为你送小木窑的胡郎。啊
就是3年前突然来见过的他子。你是沈奎，沈公子。恩人，哎，恩人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呀？一言难尽。沈奎，说。沈奎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做起火浪啊？嗨，我家为难府中子，帝王狱中杨翠丝，来无庭投亲过于贵妇姬，府内有全做虎狼屠神子。沈奎，你可不能受此消沉啊！嗨，事到如今，我也是府内呀。沈奎，啥不言弃，我愿助你一臂之力。助我？从今以后，我谁做你的姐姐，你谁是我的弟弟？姐姐。
替你关制了一件衣裳，来试试看。恩子，营长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恩子，惭愧先进，3年后你又称我做你的惭愧前路有风尘。你为我一腔心血来倾注，7年成缘难重莫道谢莫生，但有一事来叮咛，我与情敌分的久，10年负心也负阴，你此番进城赴死去。定能一句不顾你，得了功名常常回，提起心房的风雨，但愿今日不从我谁苦谁累也关心。恩子放心，我一定寻访李凤鸣。天亮了，三魁该动身了。恩子，来，恩子，报仇。但愿你
姐姐，张大官人，妈妈咪，大官人这次光临我富城园同的盛会呀！哎呀，夸张茶！看你这位知宝大商人，万事那样简素啊！老了，头发都白了。哎。相亲早，外面吃，里面好，哎呀，里面好。每次经上无定镇，王要来逛逛富城园，看看你家真善良。看来你对我家善良是念念不忘啊。商量姑娘苦后。听说他仍然是卖文为生。唉，你哪里知道，自从他那个官邸的神魁上京之后，善良他文章不写，音色难尽。唉，这真是夜话不中，年年雨，烦恼苦根实生哟。妈妈咪，既然商量列此不做烟花女，你留着她往何用？莫看我上任重礼，夜从紧啊，7年了，我张子成万是那句话，原车也欠了银子。收他做偏王，偏王啊，第几王了啊？不多，第18王。看来你是越来越花心啊！你又没生善良，这不是在玩我的摇钱是吗？什么？我刚从京城而来，听说郑奎走了长远，光复不复情哦。不知这许多消息是真是假？妈妈咪呀，你要好好合计，等会我再来替你的回应啊。你好好合计啊！香香，蛋蛋，来！哎呀，这个老色话中无望，难道这消息是真的？要是真的，我去过。哎呀！每次到这里读书，我真不上他的，有当有骂。事情他中了长远，负了心爱，一定要我找算账，一定要把善良解去的呀！我才是当开牛笼放彩凤。两头空，我啥不妨陈善良，
要他关进去相同，自古强贼先下水啊，也曾经我远走高飞，逍遥他乡，还是那乘风得意成啊宁飘，原来武定州富春园有一烟花女子甚善良，被卖于自宝上，早自称为妾。可这文缺上面一副红笔全点，而不官凭印信，而这文缺之中恰恰了张200两银票，分明是要本罪歌唱观音，将那女子等于他为妾。这算不算团长？这算不算受贿？哎，这银票收也罢，不收也罢，那女子能跳出后坑，落且从良，总是件好事，本罪理当惩戒。来，哟。索取常州卡店，将陈胜了带来。是。
10年落帕早看破，一朝风云得了成地。我乃是新官初上任，待看应酬却喷你。官梦是悲岁欲出心，常州又是个穷衙门。想的太多了，妻女忠良本好事，虽人灵命也真累也真，妻子遇到不顺困，莫上天理。启禀大人，陈三两带到，带上来。是。陈三两上当。很好很好，不诚心。我是上当有家。他老爷在上，小女子陈三两叩见。陈三两是谁将你卖于客商？当家宝孩，既算是此，你理当跟那客商先去。小女子不愿先去。赤水中娘如何不好？真诚不愿。小女子与相信非比。起来讲。他老爷用恩恩
先生，可他乃是自保上身，家财万贯。你到他家与相伯君的荣华富贵，这与哪一点不好？荣华是言，富贵是云。小女子的心不会被那荣华富贵所托。你可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良机呀！我宁愿为那傅成元，也不愿在那张子成先去。你管念落水为妻，岂不以为你父母的养育之恩呐？小女子塞落风尘，恰为人上说廉耻，是那张子成他一场才是将我偏埋到此，我若却忠于他，这才与妃的娘娘有之恩。堂堂自保上好意，说你从良，真是是偏卖。你这非要强追，请用他的圣命。他老爷，你几次三番苦苦逼我在那张子成前去，莫非你得了他的什么好处不成？一句话戳进我心。将这女子拉下去，照罪而审。且慢，向那老卡送我一条，无非是要本罪将这女子断与他为妻。奴才当出个好歹么？沈三娘，我再问你，你去是不去？他老爷，为官明知公好，不图名利在外高，道边清楚须分明，我把是非不颠倒。他老爷，沈三娘，尽管丁长本罪咆哮公道，这晚了得没有？有，专一死
年结婚，是金子女儿天元盆龙，龙王朝去年是曾经何此？沈三娘，你到底去是不去？虽说是他老爷却当小女子，虽是刚到家境，我也绝不嫌弃。侯爷让你看，堂上也有文曲写得明明白白，却为戳断了你。请问这坟契上面可与小女子亲笔画押？不与，可与官凭印信？这本是该藏的是来，这份契是福亭罪所写，要给官印许给福亭罪官印，你是彻底藏罪，只怕给不得官印。沈三娘，你再三不肯离开武定州，莫非在哪里还有什么牵挂不成？别负牵挂，福亭州与我的兄弟。哦，明白了。待本州去把你兄弟抓来，一同和你在那府上前去，你这里也可早些相思，你看是何？我那兄弟只怕你算他不同。不是，堂常州衙门难道会传不动一个烟花女子的兄弟吗？我那兄弟也是个做官的哩。你兄弟做官？哈哈哈哈！一个烟花女子的兄弟也做起官来了。我兄弟的官比你还大，衙门比你还宽，机关比你还高。难道是朝廷群才不成？这是不服气。沈三娘，你那兄弟哪年中就姓孙名罪，快讲来！才有一言差错，难免是用他他老爷请听。我兄弟家子年间总苦尽，未曾年间得等黎明，一笔青莲进八部，山东茶坊是他女，啥问他是哪里个？想郑奎大人身为境外，岂肯让他的姐姐落水为妻？分明是我将他当绝了，他故意拿心外来想目的。再问问，再问问，沈三娘，女神大人可是一母同胞？非也。莫非是说法经的？
也不是。插手！好，本正善良，女臣大人也不是同胞手足，而不是手握金地，分明是你心口无言，欺骗官府，这还了得？我也小心非比。这样。我与陈奎同是天涯人我身，自然妻儿几程，唤门与孔子相恨，万难相持生子陈奎有成妻，我资助他发奋可斯文。我言那是今所事少得能，烟花女母亲事做先生，喜乐也多谁机灵，不必心，他又是负京城，千禧他三定家常，总头明。听他言道，他不但是陈大人的恩基，还是陈大人的恩师啊！不对呀！我想这女子玉手下本刀也不佳，可也教不成一股上冤来呀！此话未必可信。沈善良，你自称是陈大人的先生，不知你教他些什么？教进士资质发家，教书法美化算体。梅花转天，想那梅花转天，我真正上身能写，难道他也能写的？来，有，去问王司宝常来。是。沈善良，本着要看你梅花转天写的时候，可非等他写来。秦老爷，这是一只狼好，这样一只，哦哟，小女子是有练得3岁能写，梅花算是。能3岁写字吗？好，再缺他一字。逍遥且成过，子弟成老好，若才张官司。才是沙尘他无趣不语，嘴嘴上手能写，人家也能写的，少把这烟花女子凑成为姐姐啊，岂不了个笑话？像我家中与李子之本周夜古今外人不知，不妨问他一尽这人，将本周的周夜古今取来。是。沈善良，本周问你周夜古今，你可
通宵吗？刚才要我所写梅花算是17月份终于不进，莫非他？不为，我李氏门中就不会趁势掌管。沈三娘，本罪问完，你何以不答？老爷，这官分了。已经64卦第28卦和命怎样降的？第28卦名为大故，利于有王恨。是啊，可养身体，老夫的骚气不利。按此而言，老夫的骚气没有什么不利。老爷荒度惊人，竟算断句不明。卦名大故，是说他的过错。卦分老夫的骚气夫不利，夫是说不应允这样的事，不利是说发于此事乃是他的不吉利。总而言之，老夫的骚气乃是他的过错，他的不吉利。你此种做戏，守候而来，家喻祖传，历史之本于是共有几句，共有3句，应在何处？教育兄弟，有何标记？上于算是后生所写，历史书评。写的什么？先父已许。退堂。李凤鸣，你团长多少？这个你团长多少？28两。2 8两，姐姐。
头云山头心不痛，刺进我心思
好了三花问了同气呀，才如他定。我骂你这里因此很亲，不将苏典王族配天配神上天两真的大气呀。亲姐姐都看见同胞谁做事情，看我初次社会，去鸟了兄弟，这也早吧。新万大人，臣善良，冤枉啊！你是当年的陈奎，还是今生的陈奎？恩姐，这是何意呀？啥是当年的陈奎？我还谁得起你一拜？啥是今生的陈奎？我谁不起了？小弟乃当年的陈奎，是此因的亲戚。恩姐，我已派上去府厅再见你了，你怎么到这长泽衙门？在这里当过此。眼底可有银子，借一些与为借。借银何用？可恨当家宝儿将我卖于张子成，我不愿前去，谁知长嘴之妇他用银强迫我讲。眼里稍有银子，送一些这位老爷，免得姐姐这身可以可恼可恨呐！为官自私太不给力，一心心推心内，我四三去比难清拖下去，打！姐姐啊！姐姐，退下！本姐，他就是你13多年的同胞兄弟吗？请问国法
定才。恩姐，李无名吞造王法，本应严惩，这是我想。恩姐父母早亡，祭体又13多年，引得今日重逢，更见特殊之人公民来之不易，既是初犯，又是恩姐的亲兄弟，你将他关将一劫，亦是境界，也就是了。啊！要是他不是我的同胞兄弟呢？难道在这官场之中，吃了金钱，谁是神情？这一阵神情，金钱神情，这世上这一阵神情，金钱不成啊！小弟立志心肺死皮，接受养罪。我来问你，李凤鸣他该当何罪？杀是屡犯，从严法办；杀是初犯，下责毁命。是此，趁他人轻杀手，请3两取你3件他事，是此请假。他初登仕途面社会，有才当法不撒马，王子犯法是民痛，你要这法是3次公堂，这批害你。这第3名，这3为今求你的3丈，你娘我带了凤鸣返家乡，苦茶苦饭80之过，做一个神山清贫之高尚。10年来，他深似雷云飘四方，父神教诲贯土娘，手中3层千古恨，回头真是好时光，这真是做官容易成神难，我要再代替在身旁，从今后到死做成重启头。凤鸣，
叫你不做朽木做栋梁。须子